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个几分钟就要开始咱的礼拜，咱只是做一个准备心的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反正当时兄弟姊妹搁一届同心来敬拜你。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阮无法度做伙组织伫礼拜堂，总是阮用心神、用心识来敬拜你。总要困求你的圣神，只是甲阮三个伫地，像是阮有安静的心。通过领受你的话，通对你得到真实的平安甲愿望，伫阮的生命内底。主，阮也搁一届，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伫这疫情真严重的时间，也保守阮拢得到平安，让阮的心内无过头的惊吓，无过头的烦恼，有对你来真实的愿望，甲阮三个伫地。将阮今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赐福阮。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恼。伊伫正上帝顶面，应该受敬畏。咱三甲来吟诗恶恼上帝，咱要做伙来吟新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新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全首。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当阮搁一摆做伙来敬拜你的时，阮大心要向你献上恶乐甲感谢。你是有丰盛恩典甲慈悲，也愿意赏赐阮逐项福分的上帝。阮的性命，阮的一切，拢是出自你。你是阮性命的石盘，是阮的避难所。也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感谢你伫阮人生的每一个路站引带保守阮，互阮伫你的内面有真实的平安甲盼望。
主上帝，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来认罪，恳求你的赦免。阮过去常常将你所想事阮的一切当作是应该，看做无啥物，也袂记得向你献上感谢。当阮拄着困难的时，阮会迫切向你祈祷，总是当困难过去，阮却是歪头就走。主啊，阮就是遮尔蒙恩，恳求你赦免阮。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即时也要为着阮所拄着的困难来向你恳求，恳求你存你的圣手来扶持帮助阮。开始，阮要将台湾所拄着的疫情来祈祷，恳求你赏赐所有的政府官员有够野的智慧，会通有效的政策来互疫情得到控制，也互中央甲地方的政府以及所有的人民会通互相配合。互确诊的会当得到好的照顾医疗，也互健康的人袂受到感染。恳求你也帮助阮疫苗的取得会当顺利，无论是国外的也是国内的，拢无拄到阻挡。阮伫下一个阶段通过注疫苗来得到保护，也恳求你伫阮真紧张惊吓的时，赏赐阮有平安，无过头烦恼。我也要将阮台湾欠水的问题，搁一摆交伫你的手。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也管理大自然的上帝，恳求你赏赐阮有够夜用的雨水，互阮的生活经济无受到影响。也将阮的教会甲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保守带领阮。伫阮无法度做伙组织的这段时间，恳求你由愿赏赐阮有平安甲喜乐。也互阮通过逐款的方式，通继续保持联系，互相关心。主上帝，阮将一切欠缺需要摆在你面前，恳求你按耳孔听阮祈祷。阮的祈祷无完全，要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也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这是咱要三级来交托启应文第16篇，伫咱信息后面第24页的所在。启应文第16篇，也就是诗篇67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到你。愿列邦拢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伫你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学了你，愿列邦拢学了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就是阮的上帝，要祝福阮。上帝要祝福阮，地的四极拢要敬畏伊。这时，咱要搁继续来吟圣诗，来学到上帝。圣诗第14首，圣诗第14首，那落地直直走。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走。
请坐。这是男声合唱团要带咱来学到上帝，因要吟的诗是我认可有耶稣，我认可有耶稣。
即是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到第7节。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到第7节。现代中文译本第442面。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有一个寡妇，伊的丈夫是众先知中的一个，伊去见以利沙讲：先生，我的丈夫死啦，你知伊是敬畏上主的人。即马有一个祭主来，要将我的2个囝带去做奴隶，来行我丈夫的祭。以利沙问：我通为你做甚物？甲我讲，你厝内有甚物物件？寡妇讲，只有一罐细罐的橄榄油，这以外拢无甚物。以利沙甲伊讲：你去院厝边借一寡空的器具，愈济愈好。接续，你和你的2个囝入厝内去，把门关起来，把油倒入去器具，底满就放伫边仔。所以，迄个寡妇和2个囝入厝内去，把门关起来，将细罐橄榄内的橄榄油倒入去伊的囝借来的器具内底。因倒满所有的器具了后，寡妇问：敢还有器具？一个囝应讲：无啊。所以橄榄油无搁流出来。寡妇转去到上帝奴仆以利沙遐。以利沙对伊讲：将橄榄油卖掉，去行你的祭，剩的钱到夜恁母仔囝过日子。今早起，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6节，以利沙第5讲。圣经人物系列第6节，以利沙第5讲，请大家用恭敬的心做伙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咱搁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的灯需要油。我的灯需要油是一首大家拢真熟的儿童诗歌。伊歌词是安尼写：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赐下，使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油，求主常赐下，使我灯发光到主作王。这首诗歌将咱的生命比如做一拍电火，需要油，才咱的生命才会当发光。但是如果若拄着油将要烧完，灯将要火去的时阵，这种实在是咱人生生命中间真大的困境，因为无油的灯是袂当使用的。如果若拄着这款的情形，咱要安怎去面对？这是牧师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信息。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这个时刻要用谦卑敬虔的心，祈求你赐落你的话语，也求你赏赐阮有一粒专一的心智，来领受你的话。也恳求主你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赏赐阮丰盛的信心甲听心，因为阮相信，阮若照安尼去行，确实会当得到祝福。恳求主你帮助阮，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所读的经文记载先知以利沙帮赞一位寡妇的故事。这个妇人人，伊的先生过去是一个先知，但是已经过身，阁留了一大堆的债务。债主就问要来讨钱，因为伊无钱通还，所以这债主要将伊2个囝掠去做奴才。这妇人人走投无路的时，伊只好来找先知以利沙帮赞。一开始，以利沙就问伊讲：“我会当为你做啥物？”接着，伊阁问伊讲：“恁厝内底阁有啥物款的物件？”这个妇人人就回答讲：“
阮厝内底只有一小罐仔的橄榄油。咱对于对话中间，咱会当知，这妇人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爽香。伊丽莎都爱这妇人人甲伊两个囝去因厝边头尾借较济即个短物件的器具，然后当伊到厝里将门关起来，然后甲将厝内底唯一的一罐油倒伫遮个借来的器具顶面。结果因为上帝恩典产生了新粒，这小罐油竟然倒满所有的器具。结果这个妇人人甲伊两个囝，就将这油摕去卖，所得到的钱，就教业行掉债务，而且佫互因会当继续生活落去。伊丽莎借着上帝的恩典的帮助，互伊这个妇人人甲伊两个囝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咱会当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有一寡信息会将焦点集中伫上帝借着伊丽莎所行的新业，也有一寡会集中伫这个寡妇的信心甲顺服。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甲咱生命有关系的代志。因为咱基督徒的生命就亲像一泡油灯同款。耶稣安尼讲恁是世上的光。有人点灯去放伫兜下，一定放伫灯台顶，通好照亮全家的人。但是灯若无油，灯就失去作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特别伫这段疫情哪来哪严重的时刻，牧师相信有真侪人拄好忝伫迄个生命的困境中间，检猜。有人因为疫情的缘故，咱的工作受了影响，也因为安尼伫经济上的收入减少，也有一寡人伫人际关系受影响，伫家庭顶面受影响。我相信更较侪人伫迄个心灵顶面受了影响，无真实的平安。请咱来记住，如果咱的生命若失去能力，就亲像灯无油同款。所以，咱特别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做伙来思想，安怎互咱特别欢喜的灯火，搁一遍充满油。首先，咱来明白，生命中间的油是来自上帝亲自供应，咱应该爱常常甲伊结连来得到供应。这个妇人人，圣经无提起伊叫啥物名。连丈夫的名嘛无记载，是一个真平凡的家庭。这个妇人人遭遇到真大的困难，丈夫过身，留落债务无法度还，所以债主要来掠伊两个囝去做奴仆。这可怜的妇人人，丈夫无去，财产无去，连两个囡仔也要离开伊，真正是一无所有。会当讲是家破人亡，非常非常的凄惨。我哋差不多强要无五万，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同咱讲，受伤的芦苇伊无压止，要花的灯火伊无分析。上帝是怜悯的上帝，的确怜悯咱的困难。圣经中间箴言也安尼讲，敬畏耶和华的大有瓦靠，伊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上帝是咱的瓦靠，是咱的避难所。咱拄着困难的时阵，独独投靠伊。咱会当看见圣经中间，上帝对困苦人的怜悯。当咱走投无路的时阵，毋通袂记得爱仰望上帝，伊是咱主爱的阿爸爸，咱会当专心倚靠伊。这个妇人人拄着困难，伊知影会晓去倚靠上帝，所以伊去找上帝的奴仆以利沙。当伊哀求以利沙的时阵，以利沙问伊讲：“我会当为你做啥物？”其实，咱若详细看圣经，咱会发现到圣经一再出现真类似的话。当以利亚
要被上帝接上天的时阵，伊捌问以利沙讲：我被接去进前，你爱我为你做啥物？伫新约圣经中间，耶稣也捌问失明的巴底买，安尼讲：耶稣讲，你爱我为你做啥物？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是一个供应者，伊愿意供应咱真正的需要。那安尼，明仔得到上帝的供应，就是爱常常甲伊连结做伙。圣经中间，耶稣基督安尼讲：伊讲我是葡萄树，你是树枝，迄个常常甲我结连，我也常常甲伊结连的，的确结真侪果实。因为若无我，恁就啥物也袂当做。这段话甲咱讲，离开主耶稣基督，咱就袂当结果子。亲像顶无油，袂当发光送款。一个人信主了后，就要继续连接伫主内底，咱会当源源不断去支出主所享受的咱的力量。这就是一种能力的交流。亲爱兄弟姊妹，特别伫疫情也未煞的这段时间，请各位兄弟一定要时常甲上帝结连，袂当因为安尼过头放松去。咱知影早期的教会受到罗马政府的压迫，伊嘛袂当公开聚会，因早期的信徒无因为安尼来放弃信仰，反倒等是更较密切甲主结连，靠着坚强的信心，专心倚靠上帝来度过这挑战。任何困难挑战，拄拄是考验咱的信仰的时刻。如果甲初代教会比较起来，咱伫这个时代的人实在是加倍幸福，因为咱有网络，咱有手机啊，会当互相联络、互相鼓励。牧师团伫这段时间中间，有愿的伫网络顶面陪伴大家，每一天拢有信息的分享，请大家做伙用心、用敬虔的心，每一天甲主亲近结连。那安尼，咱就当得到上帝能力的供应。接下咱继续来看，看上帝安怎解决欠油的这困境。圣经中间安尼讲，以利沙接续问这妇人人讲：，甲我讲，恁厝内底佫有啥物款的物件？这寡妇回答讲：，我只有一细罐的橄榄油，以外啥物拢无啊。当一个人陷入困境的时阵，伊真容易放弃希望。感觉上，个性啥物拢无啊，啥物拢无望啊。这个时阵，以利沙提醒寡妇，去看你敢有啥物。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嘛应该爱检视咱手中也有啥物。对圣经中间，咱会当看见，上帝咧做代志真奇妙。虽然咱知影，上帝若要成就一件代志，伊家己会当成就。但往往上帝欢喜咱人参与伫这个新约中间，伫新约圣经中间，咱会当看到类似的代志发生。耶稣咧行新约的时阵，伊真欢喜人会当参与伫这中间。伫互5000人食饱这个新约中间，圣经是安尼描述的：讲黄昏的时阵，门徒来见耶稣，对耶稣讲：天色已经暗啊。这个是一个偏僻的所在，请互大家散开，互因家去附近买食物来食。因为门徒看见着军队耶稣的人真济，啊天色佫暗嘛，拄着食饭的问题，所以伊就建议耶稣，互军将散去，家己负责家己的暗顿。当然，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耶稣显然无同意因的看法。耶稣讲：恁互因食。咱要注意，而且耶稣并无讲我互因食哦，耶稣是讲恁互因食。然后耶稣接续讲，去看恁有偌济饼，因去查过了，讲阮有5块饼2尾鱼。而且咱讲一个真重要的信息，耶稣看重咱的奉献，虽然只有一点点啊，但是上帝会当成就超过咱会当想象的大事。咱当然相信，
检测耶稣无五体饼两尾鱼，伊嘛会当互5000人食饱。但是伊也是邀请门徒进入这个新约中间，互门徒明白，伫新约中间因有贡献，因有参与。今仔日伫面对咱生命高大，也是服侍困境，好亲像油灯伫要无油啊，咱会当先检视，咱阁有啥物？咱有啥物款的温数？咱有啥物款的资源？毋通看你无的，爱看你有的。咱有的虽然真少，但是亲像这个故事中间，只有小小一罐油，交互上帝，上帝使用伊，就当来行真大的新约技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感觉孤单无力的时阵，请安静落来，检视咱手中要有啥物。接下咱来看以利沙安怎处理油无够的情形。伊叫妇人人去用厝边头尾借空的器具，哪济哪好。器具是为着承载上帝的恩典，这互咱一个提醒，咱需要准备好承接上帝供应能力的器具。上帝国度需要真济的器具，通好彰显上帝的能力。圣经中间安尼讲，人如果家己清起家己，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会当互主所器重，因为伊就已经献互主，为主所重用，来做逐项的好事。咱如果若愿意清起咱家己，献上家己互上帝使用，就会当成做上帝合用的器具，去行好来祝福真济人。咱家己也因为安尼，会当领受上帝所赏赐的福气。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器具，咱需要准备好咱家己来承接上帝的恩典。牧师有以下的建议：第一项就是咱来警醒迫切祈祷，咱来会记住，坐祈祷最有能力，祈祷会当带来改变。咱应当常常为着家己，甲上帝所交代咱的事工来守望祈祷。顶礼拜，牧师也分享，这个时刻就是基督徒也爱迫切祈祷的时刻。教会伫疫情的期间有推动一个祈祷网的事工，叫做151，请大家利用每一天为着5件代志，做伙同心，伫早暗10点，做伙来祈祷。牧师团会每一天将需要祈祷的代志以及祈祷文，拢放伫 Facebook 也是Line的群组中间，咱大家做伙来参与，共同为着世界、为着国家、为着教会、为着需要的代志、需要的人来祈祷。相信透过咱的祈祷，上帝美好的旨意会降临伫咱的中间。第二项，咱会当装备充实家己。咱每一个人拢需要被上帝所建立。如果咱若愿意受装备，上帝就重新塑造咱。所以咱求上帝，互咱更加侪的训练甲装备，互咱更加侪的领受。特别伫疫情的中间，咱可能有更加侪时间踮伫厝内，有真侪人可能会追剧、拍电动，也是做一寡什物款的消遣，来将这个时间消磨掉。牧师期待有一寡代志，咱适当的会使。但是牧师要鼓励大家，会当利用这段时间较济来充实家己。咱会当将过去一直想要读无时间通读的册，佮摕出来研读。有一寡咱过去想要学的技术物件，咱也会当利用这段时间来学习。特别伫属灵的代志顶面，咱爱更加济的追求。然后咱装备好咱家己了，咱应该学习安怎去奉献，安怎尽心尽力去听主服侍主。咱在装备的目的，就是爱被主使用。伫这段安静的时间，咱有更较侪时间去思考未来。咱相信疫情一定会过去。咱将来安怎被主所用？我会当投入的服侍伫叨落？
有一寡少年的朋友，可能伫这段时间学会晓搁较侪线顶的直播的技术。检查疫情过了后，咱重新回来教会，咱会当投入教会这款的服侍中间。有一寡人可能会当装备其他的技术，将来伫教会中间会当服侍人，伫社会中间也会当祝福人。这是三项建议。最后，咱来看油灯中间的油被充满，有一个真重要的因素，真重要的关键，就是顺服。咱看见以利沙或者妇人人有4个指示，就去照空的器具，然后转去厝里关上门，然后倒油伫这个器具内底，倒满就放伫另外一边。这妇人人的反应安怎？咱看见着圣经中间，伊一句话嘛无问，无要伊，伊无问讲我这安尼一个器具要创啥？无问讲小小一罐油，靠可能倒满所有的器具，伊无问这个，伊一句话嘛无讲，马上行动。伊接了器具了，转去厝里就关上门，然后母仔囝3个人合作，照先知的指示倒油，因着共同去经历上帝的新力技术，然后将这油摕去卖，已经够也经济，甲因一家三口以后的生活所需要，真正是上帝祝福满满。伊的经济问题解决，但是更较重要的是，已经经历上帝是一个通信靠的上帝，这才是真正的祝福。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要得到满满的供应。上界重要就是爱顺服上帝的话，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第一项，咱爱较无上帝的话，咱爱培养咱家己对上帝的话的较无。要哪培养较无，就是咱爱伫固定的时间，透过研读上帝的话来甲主亲近。咱有时咱人拢会分段，做一件代志若形式化了，就无真好势。所以咱会当请咱厝内底的人，也是咱的属灵同伴，互相提醒、互相鼓励，坚持伫固定的时间来研读上帝的话。第二，咱爱真认真来读上帝的话。咱按照教会安排，每一天的读经表来进行，先读经文，然后会当收看教会牧师所录的每日亮光。也当参考利用咱每一天每日新眼光的这文章，安尼若持续落去，我相信就无问题。最后一项也是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爱将咱每一天所领受的信息，设法伫生活中间应用实践出来。安尼做，上帝话才会当真正影响咱的生命。亲爱的兄弟姊妹，检查咱这个时刻。拄啊点伫一个相当无确定的时刻，也可能真侪人也拄着伊伫灵性低潮的时阵。牧师期待今仔日的信息会当进入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将咱伫要高达要火起的灯，搁一遍充满油，发出光。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将你的话赏赐予阮。阮确信你的话是充满快乐，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找肯圣神来感动阮，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安尼去行，互阮特要高达、特要火气的生命，会当重新充满油，发出光。求主帮助阮。愿咱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各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313首，第31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救主耶稣我立志，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备办心来奉献。咱即时做伙来感谢，请起立。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一切的恩典。但愿将你所赏赐阮的献上担保伫你的面前，成做你的圣工的路用，恳求你来欢喜感纳，也愿阮会当献上阮的性命，献上阮的一切来互你使用，通来归荣光你的名。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咱即时要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咱做伙来看几项重要的代志。第一，本周特别的事工。主来敬听兄弟，咱大家平安。咱拢知影，咱台湾最近的疫情有小可较严重，所以咱必须要对咱聚会方式做一撮调整。有几点要请咱做伙来配合。第一，就是咱实体的礼拜会暂停到6月13。特场的礼拜会用直播也是录影的方式来播出，请咱大家会当伫厝内，照咱平常惯时的礼拜时间，用敬虔的心做伙来敬拜上帝。
第二，儿童主日学会用线顶教学的方式来进行，对10点开始来转播，请咱的父母会当和咱的囡仔做伙来学习，承认主日学这段时间的暂停。第三，教会内底逐款的聚会会暂停到6月14，请咱会当做伙来配合。第四，伫这个非常的时刻，咱无论是个人健康的管理，咱都爱家己注意，也是配合政府逐款的防疫的政策，互咱的健康会当得到保障，也尽咱门徒的本分，常常为着台湾的疫情来祈祷。虽然咱暂停聚会，但是毋通袂记得咱个人灵修的生活。咱伫厝内每一天拢照教会所安排的读经进度来亲近上帝。咱也通时常用电话、用其他通讯的软体，和咱的兄弟姊妹互相联络，彼此关心，愿上帝来保守咱。有一点的具体关怀，请咱做伙来关心。本会已故的会友吴月芬姊妹的翁婿曲宪东兄弟，伫5月20日安息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因为防疫的关系，礼拜无开放，其他的人来参与，请咱做伙来注意。这是要请蔡牧师来做牧养的代祷。亲爱兄弟姊妹，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也是掌管历史的主。主啊，这个时刻，世界各地依然充满了危机。在武汉肺炎病毒的影响下面，真侪国家也是面临疫情的威胁。愿恳求主，你是阮拯救，互不幸得到病痛的人会当得到好的照顾，快快复原。我也恳求主，你互疫苗研发甲生产的速度会当加快，互更较侪人会当得到保护，而且互阮伫即个时刻会当更较谦卑，明白家己的软弱，会当倚靠全能的主来得到帮助。亲爱的主啊，我来向你恳求，求你保守阮心爱国家台湾。阮现在面临极大的挑战。阮看见着疫情，亲像哪来哪严重，求主怜悯，互台湾得到保守。特别恳求主，你保守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互因咧协助病患的过程中间得到帮助，而且借着因的照顾，互不幸得到病的人会当得到复原。也求主，甲阮的疾管局的工作人员同在，守护因智慧。互因所推动的各项政策会当产生效果，求主，互疫情会当赶紧煞，互所有的人民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求主保守。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也恳求你照顾阮中间身体欠安的兄弟，互阮得到主的帮助，早日得到复原，而且伫恢复的过程中间。会当得到主的帮助，得到主的稳定，心中充满平安。阮也为着这个时刻面临压力加困难，来感觉忧闷绝望的人祈祷，求主看顾加安慰，为因开路，互因得到上帝的引带保守，而且专心全意倚靠上帝。阮恳求主你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咱要三甲来吟上吟第509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愿》，509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愿》，请咱起立来吟。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